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三国的故事，布袋戏有搬歌戏，有演广告有讲，啊，竟然有迄个台语歌，对，甲你笑甲十、笑甲百、笑甲千，有哦。陈和平老师所写，一句一拍歌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拢有原因一直排落来，讲来到七，七要讲啥？讲7月15是中元，东吴皇帝是孙权，为着荆州起祸端，迷日不安，心操烦。原因这个剧情就是咧讲刘备借荆州港占荆州，东吴一再要讨，孙权想甲头毛白，周瑜搁较严，周瑜无想无怨恨，无讨黄笑目地轻，无讨荆州无要紧，伊会笑我东吴无高人。有影呢？有影，这个歌戏的四句联安尼咧讲，内底一步一步咧表示，就是讲，毋是我计较荆州城，所在招人心头惊。照大荆州煞占领，专无照早约束行。吼吼，这周瑜为着讨荆州，用咧讲吼，甲孔明激头壳，一步一步剧情的变化，看甲连观众目睭都无呢。过来换讲讲85岁老英雄，宝刀未老真高强，年纪愈济愈勇壮，武林不睦于黄忠。对，黄忠宝刀未老85岁。陈和平老师佫特别交代国情啊，讲来解说，无人不睦于黄忠，这个睦就是正汉文的用法。过去读汉文的书内底，这个睦用作动词写伫遮，无人不睦就是讲无人无主睦。甲85岁啊，佫有在条台，黄忠骁勇善战，英勇这款程度就对。过来我讲9月初9是中阳，诸葛孔明照东风，杀退曹军在江中，势如破竹。气如虹，三国一幕真精彩，就是看孔明咧会亏线，因为咧会亏线的时阵，就是咧激头壳。明明啦，现代人会晓了解讲，人孔明关青望斗，讲马在透东风，火烧连环船，绝对会过面。结果伊毋讲透东风，伊讲吼，香花甲射落，我来照东风。啊，精彩就精彩伫遮，东风用过照的上，火烧连环船，大家拍扑啊，吹甲感觉讲赢咯。大家咧赞成咧赞叹刘备关公这边赢咯，三国万人的心肝就是伫遮，赶紧哦！该文说你每工拢爱看哦，《三国演义》还佫有咧哦。